屯門自古以來就係嶺南地區嘅軍事要塞同埋交通門戶，古稱屯兵之門。古地圖上亦曾有屯門、屯營之稱。呢個就係此地得名屯門嘅由來。清朝末年，屯門隸屬新安縣，山麓下邊嘅村民以種植水稻、番薯同埋花生為生，而喺避風塘一帶就係疍家漁民聚居之地。1898年，英國透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，屯門正式進入英治時期。英國人當時見到嘅係一片翠綠嘅青山，於是官方就將屯門叫做青山，從此民間亦都習慣咗呢個地名。最經典嘅見證就有青山禪院、青山醫院等等建築，都用青山嘅命名，直到今日。喺好長嘅一段日子，青山依然維持住傳統嘅農村秩序，安靜而艱辛。20世紀初，雖然修築咗一條貫通咗青山、元朗同埋九龍嘅青山公路，但係喺70、80年代之前，青山對大多數香港人嚟講，仍然係遙不可及嘅郊野。50年代，隨住中國大陸赤化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，青山開始出現唔少難民喺青山灣一帶搭建木屋聚居。與此同時，青山嘅宗教同埋慈善事業開始興旺，例如青山禪院嘅香火同埋青松觀嘅建立，為流離失所嘅難民提供咗心靈寄託。到咗60年代，政府開始拓荒，喺大興同埋杯渡路一帶大規模填海，正式將青山列為衛星城市。不過，青山公路係貫通九龍嘅唯一命脈，仲經常塞車，往返市區往往要幾個鐘頭，交通極度不便。70年代係青山蛻變嘅大時代，香港政府正式宣布將青山改返原名為屯門，成立新界發展進度委員會。公共屋邨大興邨、友愛邨、安定邨相繼落成，青山村落正式轉化成屯門城市。數以萬計嘅木屋同埋舊樓居民告別漂泊，喺青山影下換咗新天。80年代直至97之前，係屯門民生最為豐足嘅時期。香港政府規劃屯門嘅時候，採納咗自給自足嘅方針。喺石排頭、鳴琴路、建安街、開泰路一帶，就有南豐工業城、維他奶等大型品牌廠房，以及其他工廠大廈林立，紡織、塑膠、電子業興盛。嗰陣時嘅屯門居民，除咗去荃灣、葵涌，好多都喺本區工廠返工。放工時間，工廠區人潮湧動，呢啲都係屯門勞動力最強盛嘅印記。隨住人口激增，80年代初，屯門公路全線通車，雖然縮短咗空間距離，但係嚴重塞車同埋車禍就成為屯門人嘅噩夢。1988年輕鐵通車，雖然串連咗屋邨，但係輕鐵嘅設計就衍生咗安全、塞車、噪音等等各式各樣嘅問題，備受爭議。80年代尾，屯門市廣場落成，呢個唔僅僅係一個商場，更加係屯門民生嘅重心轉移。居民唔再需要特意去荃灣或者旺角購物。當時嘅屯門人生活節奏雖然變快咗，但係就有一種開拓嘅生命力。嗰個年代，大型商場都流行設置室內音樂噴泉，屯門市廣場亦都曾經為屯門添上咁樣一個嘅最閃亮嘅座標。
你仲記得喺炎夏嘅黃昏，當音樂響起，水柱直噴到成層樓咁高，隨住節奏跳動，水霧、微涼、笑聲、人潮交織，強仔、玲玲喺噴泉旁邊手舞足蹈嘅情景嘛。屯門公園嘅人工湖係家庭郊遊嘅勝地。模型船池就係細路仔同大人一齊放船仔嘅樂園。97後，香港製造業全面北移，屯門工廠大廈再冇工廠，一係就空置咗，又或者係非法出租嘅劏房、貨倉、寫字樓或者創意工作室。屯門嘅自給自足就變成咗每日同塞車搏鬥嘅遠征基地。屯門居民要一大清早披星戴月搭巴士去其他地方返工返學。大量喺大陸湧港嘅自由行，更使到屯門市中心出現咗無數藥房、金鋪、化妝品店鋪。自由行同埋新移民充塞屯門每一個角落。屯門市廣場唔再係居民休閒嘅去處，嗰度擠滿咗拉住行李箱嘅水貨客，衍生咗逐漸擴大嘅中港矛盾。隨住人口政策嘅轉向，新落成嘅公屋住嘅變成多數係新移民。土生土長嘅強仔同埋玲玲已經長大成人，或者仍然每日喺未天光前都已經喺度輪候巴士，然後喺屯門公路嘅塞車陣裏面，喺眾多瞌緊眼瞓嘅乘客當中，默默咁凝望窗外，思考緊自己嘅身份同埋歸屬。又或者，其實佢哋早已經搬離呢一片青山。屯門市廣場嘅音樂噴泉已經拆咗，再都冇強仔同埋玲玲流連嬉戲嘅身影。屯門公園增添咗擴音機傳出嘅流行曲巨大聲浪，同埋大媽歌舞團 Happy 伯嗱嗱嘅誇張舞型。原本嘅幽恬空間完全變味。係啊，我係未結婚未生 BB 㗎，我唔係大媽嚟㗎。不過2019年之後，隨住大陸經濟不振，屯門風景又再變身。不可一世嘅大陸自由行，橫衝直撞嘅水貨客已經失去蹤影。雖然整個香港市面蕭條，但係亦都使到屯門恢復難得一見嘅寧靜。Happy 伯或者亦都已經換咗地頭，改到深圳同其他阿伯尋找新打賞嘅對象。Happy 伯同娜娜嘅一段交往，或者亦都隨之告一段落。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。